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2，诗篇66篇80到90安尼讲：万民啊，着称赞阮的上帝，互人听着称赞伊的声。伊保存阮的性命，互阮坚固徛在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坚固徛在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避难所。做阮坚固的堡垒，通抵抗对敌。主啊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边，闭伫你的膝骨下。主啊，你的名是坚固的台。义的人走入去，就得到安稳。主啊，你要保护阮，要庇佑阮，永远脱离这个世代的人。主啊，因为困苦的人的冤枉，甲丧凶人的讨亏，你拢知。主啊，求你保护阮的性命，拯救阮，互阮无至到见效。因为阮倚靠你，主啊，阮要来称赞你，互人拢听到称赞你的声。主啊，因为你保存阮的性命，互阮坚固徛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